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已經係環島嘅第4日，今日目標呢係踩到去彰化，全程大概70公里。而今日條路線基本上全部都係直線，係嗰種直到睇唔到盡頭嘅啫。原本天氣預報話今日會有颱風，但好似媽祖保佑咗，個颱風竟然兜開咗呢條路線，但我踩咗成日都冇遇到風雨，真係勁好彩。去到大甲之後，我先去拜下媽祖，然之後喺附近買咗啲小食。去到大甲梗係要食芋頭啦。呢個芋頭波外皮炸到金黃酥脆，入邊係實嘅芋泥，直接咁炸啦，口感呢超級綿密，每一啖呢都可以食到芋泥。我仲買咗台灣嘅粉腸，咬落去呢係軟軟糯糯，非常特別。仲喺個檔口呢順便呢買咗香腸，外皮呢係好脆嗰隻，一咬開呢即刻爆汁，咁油脂肥美得嚟呢又唔會好腍。最驚喜呢係食落去有淡淡嘅酒香，層次好豐富。跟住繼續踩去彰化，到咗彰化之後呢，我第一件事呢就去買杯嘢飲啦，獎勵下自己。然後聽店員姐姐嘅介紹，我去咗食排骨同滷肉飯，味道果然名不虛傳。湯頭係散發濃郁嘅藥膳味啦，而且入邊超級多肉。佢個湯呢唔係藥材嗰種苦味，而係帶點清甜，非常之好飲。feel 到佢真係煲咗好耐。